大家好啊！喺介紹我哋做嘅小程式之前呢，想先問你哋一個問題啊，就係平時大家嘅記憶力好唔好啊？同埋呢，如果計劃住出去旅行嘅話，要做攻略，去網上面揾資料，會唔會覺得太麻煩？如果你真係咁樣覺得嘅話，咁我哋覺得你一定要嚟試下我哋呢個小程式啦。我相信我哋呢個小程式呢，肯定可以解決你呢方面嘅問題啊！我哋呢個小程式嘅名呢，叫做澳門文化嘅一番牌小遊戲。首先讓志賢嚟介紹一下呢個翻牌小遊戲對我哋有啲咩幫助先啦。首先啦，佢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工具啊！咁喺玩嘅過程中咧，咁大家都會不自覺咁去記住澳門嘅地點嘅名啦。咁以往學習地理知識或者了解一個地方嘅時候，咁你可能只係通過書上面枯燥嘅一啲文字啦，咁好容易就唔記得咗嘅。咁喺我哋嘅小程式裏面咧，咁呢啲記憶咧係一個好輕鬆愉快嘅遊戲氛圍裏面完成嘅。咁每次翻牌都係對每次對澳門地點嘅加深印象。咁每次成功配對都係對知識嘅鞏固。好似係玩裏邊咧，係你心裏面種下咗一個關於澳門知識嘅種子。隨住遊戲次數咁增加，呢粒種子都會慢慢發芽同埋長大。好，大家我哋而家簡單嚟介紹下我哋嘅呢個小程式遊戲啦。我哋嘅遊戲叫做澳門文化嘅一番牌遊戲。首先大家掃完二維碼入到嚟之後呢，會見到三個大大嘅一個按鈕啊。我哋分別以澳門嘅三個主要嘅方面嚟分咗，一個關於文化方面嘅，然後美食方面嘅，同埋一個歷史建築方面嘅啦。我哋先嚟一個美食方面嘅翻牌嚟開啟我哋呢個遊戲之旅。首先我哋呢個係一個3×4嘅方格，即係話有6組唔同嘅美食嚟對應。可以見到喺我哋嘅下方會有一個鐘啦，跟住佢會計時，所以呢個咧就啱啱好地符合咗我哋平時，比如同同學出去聚會啊等等咧，你就可以攞出呢個小遊戲同大家玩下，然後睇邊個嘅用時少啲啊，或者睇邊個記憶力好啲啊等等咧。然後我哋個創新點咧就係翻嘅時候咧，即係我哋把上面嘅圖片等等咧，我哋換成咗啲文字，而且係對應住澳門本土美食嘅文字啦。而且我哋配對成功之後咧，我哋會彈一個小方格，然後就係作為一個加以解釋啊。下面會有中文字嚟介紹一樣嘢食，同埋上面會細心地、貼心地配上一張圖片。正所謂百聞不如一見啊，可以咁樣咧就可以令到用戶更加清晰地了解到呢一樣嘢。可以見到我哋完成之後咧，中間會彈出一個恭喜完成，用時95秒等等等等咁嘅嘢啦。然後大家可以今次玩完之後，過多幾日或者下次再嚟玩嘅時候，再睇下自己有冇即係記憶力有冇提升啊，用時會唔會少啲等等啦。然後我哋喺呢個歷史建築方面咧，就係用咗一啲澳門一啲標誌性嘅建築物啦，哪吒廟啊、大三巴等等啦，讓大家嚟到澳門之後咧，可以更加即係對澳門有更多了解啊。譬如去邊度打卡影相啊，都有一啲少少嘅記憶喺腦海入邊啦。咁我哋嘅小程式介紹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好啦，相信大家聽完之後啱啱對我哋介紹，大家應該都會知道呢個小程式對我哋生活中啦，同埋喺記憶能力上面有啲咩幫助啦。其次，我就想講多少少嘢啦，就係話喺我哋做咧，我哋覺得呢個已經唔單止係一個小程式咁簡單啦。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可以促進澳門發展嘅一個窗口咁。因為咧，我哋知道好多人對澳門嘅了解咧，就往往停留喺一國兩制啊，或者一個東方拉斯維加斯一個小賭城一個綽號上面啊。但其實好少人會知道澳門有邊啲具體嘅風土人情啊，或者歷史文化、建築啊等等啊。所以我哋想通過呢個小程式咧，讓大家可以喺娛樂中一步一步揭開澳門呢個神秘嘅面紗，見到澳門歷史悠久嘅大三巴牌坊啊、哪吒廟啊，又或者係具有巴洛克建築風格式嘅呢個玫瑰堂啊，又或者一啲本土嘅手工藝品啊、一啲美食等等啊，可以讓更多人咧對澳門呢一座城市有更多嘅認識同了解啊。最後啊，我哋都深知道一個小小嘅程式咧，可能力量有限啦，但我哋希望咧佢可以似一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咁樣啊。既然大家對澳門嘅熱愛啊，我哋都計劃住不斷完善呢個小程式，再加一啲關於澳門嘅手工藝品啊、炮竹一方面嘅一啲文化問題等等啦。希望大家可以喺遊戲中全方面地感受澳門嘅魅力，然後一齊喺遊戲中開展澳門嘅文化之旅。多謝大家。多謝大家。